就是老早阿公，你若是听着孙仔对恁讲一句话吼，恁就爱应 Good morning。好，咱搁念一遍 Good morning Grandpa。Good morning， 真好真好，咱今仔就先到这哦。明仔载我这个时间，咱将要继续练习。现在真漂亮的，我这款番仔话，我什么阿公叫做牛郎哈，是当你听了？我睇，哎呀，等你想怪咱的囝孙拢去美国，若无学伊的话，是要安怎甲因会讲呢？因为恁讲啦，今顶来做练习，若无明仔载电脑袂丢灯的，我是的。人咧讲，食甲老，学甲老，哪有明仔去拄着啊？活到76岁，嘛缀人来遮咧学英语。哎哟，阿丽啊，我最近哪会拢无看你甲人咧做运动？你刚好，医生讲你血压悬，爱你保持运动啊。你就知。逐早起就爱来遮上即个英语课，较有时间通去做运动啦。是啥大代志？运动毋去做，专工来到遮咧学英语。个戆阿嬷为着孙啊，是安怎讲咧？你毋知，阮迄个古早孙淑晶啊，后礼拜就要去美国。哟，恭喜哦！就是美国孙啊，过来敲电话，就是美国电话咯，敢毋是？当美国电话就上方便啊，不是拍嘛会通，拍是会通，讲袂通啊！甲阮迄个新妇咧讲，你讲伊听无，伊讲你听无，电话是要安怎拍？问题就出伫遮，太怪怪。安尼确实是一个问题哦。不过吼，在我咧想，哥哥这个孙啊，毋捌离开一脚步，即摆一去。去遐尼远，看袂着，嘛着爱听会着。安尼咱较有新闻，敢毋是咧？是啦，总是咱老人若有听到迄声，心情就较好啦。恁孙敢会晓讲咱即个话？阿叶啊，你实在是爱滚笑呢。暂时。咱遮个囡仔有几个会晓讲咱即落台湾话啦？恁孙敢会晓？恁孙敢会晓？是哦。有影呢，嘛是袂真害哦。无恁伫厝诶是安怎咧通咧？用药诶，药村诶，才拜托阮迄个新妇做通译。安尼真无方便呢。我古早就是安尼啊。咱一句话吼，小小甲讲出喙，通来搁通去，通两遍，就顶去咯。讲袂烧落啦。晓啊，人理较老，迄国语学就会，老身啊，无法度。我甲你讲，会是会，总是。家来讲迄个青分话，对，迄个话较讲，也毋是咱的话，拢是闪喙吞皮啊，闻风出去尔啦。
入去遐吼，迄我这心肝边迄个话啊，就讲袂出来咯。知，啊，若讲会出来吼，迄滋味也是走一大抓去咯。啊，你旧年敢是有来上迄国语班啊？嗨，无啊，啊，逐日嘛来，见来哦，读较就正啦，迄个话吼，叽叽夹夹，咱学无两句啦。阿兄啊，你听我讲吼，我定定咧甲想呢，迄个咱古早咱爸母，敢会教咱毋着话晓？啊，咦，啊是啊，嘿，你即句话讲起来真奇怪，有走精气哦。有啊，你是看觅咧，嗯，咱爸母细汉教咱的话，就是因爸母细汉教因的话，我知，老教幼，大教细，对，代代就是安尼教落去。啊，较有迄落条款，啊，佮毋条款咧。唉，啊，毋过吼，你认真甲想看觅呢？古早咱爸母教咱即种话，上无路用，敢毋是啊？上无路用，我嘛捌甲想过呢。啊，无咱来甲反省一下。啊，免反省，无毋对，我已经甲经验几落遍了。来，你听我讲，古早吼，迄个日本仔来哦，咱逐个就啊伊有诶哦，讲迄日本仔话。是啊，咱的话就袂用得啦哦，用过来，中国啊来，叫咱大家就搁讲迄个无无我讲迄中国啊话，咱的话又搁是袂用得啦，无用对无？对，有影。啊，即嘛，咱两个吼，啊，食到七老八老啊。孙啊，去美国，讲迄号做 ABC， 讲迄美国啊话啦。是啊，哈，咱的话又搁是袂用得啦哦，对无？对，对啦，就是即个缘故。你看即摆少年啊，比咱家真巧咯。安怎记真巧？啊，你看恁迄囝后生较新妇啊，人因自细汉吼。厝内就教国语，啊，送去幼稚园就请人来教英语，啊，大汉起来迄话啊，就噜噜叫、下叫，甲人比就袂输人咯。我知啦，结局吼就是啦，咱台湾人即支喙吼，学别人的话啊，上有力，讲着家己的话啊，吼，迄会假死哦。是啦，我嘛有听人安尼讲，讲恁老伙啊，较忍耐咧，搁食是剩无几岁咯。阮新妇头壳较深，伊毋是安尼讲，因讲恁老伙仔即代较牺牲啦，较牺牲咧哈，知无？好啊，咱无莫搁怨叹啦，来啦，来转啦，来转啦，莫怨叹啦，来等啦，好好过日现子来啊。哦，学即个什物英语课，大概来就是安尼复写。啊，当今仔是搁学啥啦？袂记哩了了。啊，你搁袂记的啊？啊，就Good morning, Good afternoon。Good morning, good afternoon。